Everett Hall 所講嘅最後一種距離就係 intimate distance 親密距離，係由45 cm 去到零距離，就會係親人啦、好熟嘅朋友啦、情侶啦同埋夫妻先至會出現呢種情況。嗱，除非兩個人嘅關係好親密，如果唔係一個陌生人入侵咗你嘅親密距離，你就會有一種敵對同埋被侵犯嘅感覺。但係女死者雙腳已經出賣咗佢哋有親密關係。女死者對腳？我今次去美國讀呢個 course 咧，其中有一課係由一個好資深嘅 FBI 探員教我哋嘅。佢成堂就係講人嘅一對腳。佢話我哋對腳係比我哋身體任何一個部分更加誠實。嗱，人喺正常嘅情況底下會雙腳企直，咁係用嚟保持平衡嘅。但係交叉腳咁樣企係表示旁邊有一個人你好信賴，你覺得好自在、好安全，你先至會咁企嘅。仲有交叉腳咁企，個身體偏埋一邊，亦都有話對嗰邊嗰個人有偏愛。女死者喺親密距離入面，唔單止交叉腳咁企，佢身體仲偏向林維生，即係話佢哋嘅關係好親密。所以我好肯定林維生係喺度講緊大話，佢哋兩個一定係一個不可告人嘅秘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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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